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7月19号。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焦虑，怎么利用焦虑来赚钱。中国新闻周刊7月13号有一篇报道，叫收费10000元，90%以上都是在糊弄。讲的是什么东西？讲的就是很多机构利用家长对人工智能的焦虑，开始割韭菜。怎么个割法？我们来一起看看新闻周刊怎么说。他说，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站在路演台上，对着台下的投资人说，投资人打了个引号，我们的产品采用鱼漂泵涡流技术，解决了喝牛奶时急洒的问题。台下几名穿着同款小西装的队友，分别挂着印着 CEO、CTO、CMO 的胸牌。几天后，少年创业营结业了，每个孩子都拿到了一张结业证书。那显然是某个创业营结业仪式。少年马斯克是今年被不少家长和从业者关注的科创教育品牌，每期课程费用3万元。在社交媒体上，10岁 CEO、13岁少年融资100万这类标签并不罕见，甚至还有相关从业者称7岁是进入少年创业最好时期。我想起有人7岁还没断奶，真是我小时候大概是上1年级什么时候，我经常听说谁还在喝奶，真的7岁有的还没断奶，居然已经开始这个融资创业了。一群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孩子被推上创业路演台，是近些年 AI 等技术迅猛发展后的出现的新现象。家长对科技教育的焦虑与期待不言而喻，有亲子博主提出疑问，说这到底是在培养下一个马斯克，还是把马斯克的名字做成了一门精准收割中产焦虑的生意。2020年暑假， AI 研学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顶流。往年暑期青少年活动的主角是英语营、军事营、户外营，今年市场风向变了，教育机构、旅行社、官方、学会等各类主体纷纷涌入 AI 研学赛道。 AI 研学营正站在风口之上，可市场泥沙俱下，眼下的风口也有可能变成家长焦虑的收割场，精准收割家长的焦虑。想找一款11岁孩子能真正学到东西的 AI 研学营，现在相关机构太乱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选，求避坑。山西家长张兰最近在网上给孩子搜索 AI 研学营时发现，不仅相关机构数量众多，课程也五花八门，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选。孩子的不少同学都已经报名前往北京、杭州甚至香港等地参与研学。这类研学营往往价格不菲。大湾区港澳人才协会研学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陈仲杰发现，家长们 AI 焦虑十分明显，迫切希望参与研学的孩子能在3-5天内了解 AI， 甚至熟练使用 AI。 今年一批头部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校成为 AI 研学热潮的核心目的地，阿里巴巴、DeepSeek、语数科技和强脑科技等频频出现在各类研学的行程安排中。清北、上交大、浙大这类拥有顶尖 AI 科研实力的院校更成为热门研学选择。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的相关活动十分丰富，低一线城市的市场需求同样旺盛。你说把这小孩带到清华、北大、上交大、浙大进去参观研学，再带到什么阿里巴巴、DeepSeek、语数科技看一看那机器人，这都是钱。6月28日下午，常州武进举办了一场 AI 切磋小会。这场活动是公益组织在全国发起了几十场亲子 AI 教育活动之一。活动主理人如九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 AI 教育市场十分火热，但在常州这类2线城市，目前还没有特别成熟的 AI 研学课程。这次试水就是为了摸清家长的真实需求。他表示，这块新兴市场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捞金者入场。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 AI 研学营有走向全国的趋势，从1线城市
延伸到了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甚至下沉了各地县城。但核心问题在于，很多家长对 AI 研学营的分辨能力有限。说实话，不是家长分辨能力有限，而是你这个 AI 研学营有没有必要？一个8岁的孩子、10来岁的孩子去搞这什么研学营，这不就是拔苗助长吗？这有什么区别呢？陈仲杰观察到，当下 AI 研学市场确实涌入了不少外来者，不少此前做户外营、英语营的机构突然转型开设 AI 研学营，甚至有从业者选择在深山或是野外组织几天的闭门 AI 研学。这些所谓的 AI 研学营，很多都是从第三方打包购买的服务。过去做奥数、英语培训的机构，在双减后急于寻找新赛道。他们的优势在于销售渠道与地推能力强，但短板在于缺乏 AI 相关的技术基因。AI 前沿部署工程师李明发现，当 AI 技术加速发展，信息差越大，家长的焦虑就越深。李明也开始考虑进入 AI 青少年教育领域。他认为，整个 AI 教育市场90%以上都是糊弄，90%以上都是糊弄。我认为100%都是糊弄。你对那个小孩刚断奶的小孩，你给他教育 AI 有什么意义呢？从7岁就开始 AI 教育，那我觉得35岁码农失业，那还晚了一点。未来是30岁码农就得失业了。为什么？因为你把时间往前移了，对不对？这整个社会在往前压缩，是吧？你看是不是道理嘛？你从7岁开始搞起了，那你未来你到35岁才退休，码农35岁才失业，才没人要，那晚了。以后码农30岁你就不好意思了，你就得走路吧。因为大量的少年英雄出来了，30岁就老了。90%以上都是糊弄，这消耗家长那个钱，利用家长的焦虑。很多不具备资质的机构却在开展研学旅游业务，滋生了虚假宣传等诸多行业乱象。陈仲杰指出，现在市场上有比较典型的擦边行为，就是不少教育公司开设 AI 创业营或者 AI 研学营，活动一般集中在酒店举办。这类活动能否归类为研学，本身就是存在模糊地带。按照规定，正规研学机构需同时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教育服务能力证明3项资质。但市面上大量 AI 研学营组织方可能只是一家刚注册的文化传媒公司，或是临时组建的艺人公司。读到这儿，我想起了我以前说过，人工智能在美国还不知道怎么赚钱呢，咱们这边先赚起来了，就是骗子先赚第一道，赚得盆满钵满。谁说人工智能没办法变现？我们这可是有办法的，所以我们永远是走在美国前面。但 ChatGPT 在美国的那些大模型还不知道怎么赚钱的时候，我们这儿骗子已经赚嗨了。谁说这个大模型人工智能不能变现？我们这儿收不了用户的钱，但是我们可以收家长的钱。我们人工智能你没办法包月收费，人家不交，但是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是吧？利用人工智能发财、财富自由，这种培训班已经开始赚钱了。用户是不会为包月付费的，但是用户会为发财付费。你看，这就是区别。万元研学营含 AI 量不高，这个话说的，含 AI 量高又能怎么样？那小孩的你学个毛，对不对？拔苗助长。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部分 AI 研学营收费已经超过6000元。香港的 AI 研学营普遍收费过万，部分海外 AI 研学营的费用甚至高达2-3万元。市面上的 AI 研学营定价普遍不低，是否能匹配得上对应的课程质量？就带着孩子走马观花，基本没啥讲解，一点也不专业。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这跟着孩子，你就是讲解，他能听得懂吗？所以说，这纯扯淡。这是很多家长共同感受。讲解了，家长你也听不懂，对不对？这么一讲，你就听懂了，那你叫什么人工智能？所谓的人工智能，也就是酒店里面端菜机器人。很多，我记得好几年前，很多酒店不都有那种送东西的机器人吗？你要说送个什么东西，一会儿来个机器人，那就是高科技了，那就是人工智能。那这个对小孩来说比较直观，是吧？你再说其他的，小孩他看不懂，也听不懂，还没学会走就要跑了，这就是家长，所以这叫焦虑，焦虑过分了。而社会他就拿住这种焦虑来赚钱。一位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孩子参加了 AI 研学营，行程安排的十分离谱，机构组织孩子去高校和互联网大厂研学，不过就是随便逛一圈打个卡，
现场秩序十分混乱。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有不少家长吐槽市面上的研学营项目价格虚高，实际体验远远达不到预期，那不是活该吗？你愿意？从事户外研学营10余年的王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2年科创研学营异军突起，大有超越传统户外营和军事营地的趋势。今年他策划的哈工大研学营名额爆满，正是因为此次行程和某家高校高科技企业达成了合作，能够让孩子独家参观芯片实验室，学习 AI 相关课程。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就叫一个大学生、本科生去都学不了什么东西，你何况是个小学生，这不是扯淡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哈工大相关研学营，类似产品并不少。实际上，很多项目就是当地旅行社戴了个 AI 的帽子，摇身一变，价格就翻了倍，全程就是简单参观打卡，根本没有科创深度。王蒙提到，只要在哈工大拍了照，这个行程就算有了意义。你说这叫什么事？如久而发现，大多数人只把豆包、DeepSeek 当作搜索工具使用，并不清楚 AI 该如何为青少年教育赋能。很多研学营更是需要做的，就是让孩子感受到，原来你脑子里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其实是可以落地实现的。少年马斯克创业营被部分家长评价为最为落地的研学营。一位给孩子报名该研学营的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孩子今年上5年级，你看看5年级已经连续3年参与了少年马斯克活动，也就是从2年级开始。你这2年级不就是7岁吗？8岁，你说这叫什么事？现在是整个小区里最有商业头脑的孩子，懂得为客户着想，你从小就培养商人了。这位家长从商多年，对孩子培养商业思维有较高的期待。今年5月，该创业营创始人周颖在直播中讲述，一个8岁孩子带领的团队打造了鱼医生项目，还拿到了200万投资。8岁的孩子拿到了200万投资，那估计这个投资不是投资什么项目，而是包装，用来做一种叫什么标杆，做鱼饵来引流的，是吧？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有亲子博主评价，他们提供的东西就像一片布洛芬，能暂时性舒缓我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药效一过，该有的焦虑和问题一点都不会少，但银行卡里的余额可是实打实的少了一大截。这个博主说的还对，这叫智商税，为你的智商付费。北京一家研学机构也推出了 AI 少年未来计划，打出8岁当产品经理，13岁当老板涨投资的口号，甚至标榜6天创办一家 AI 公司。该机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暑期营为6天5晚，费用12800元，采用全封闭管理，让孩子学习 AI 底层认知和商学基础，同时将财商思维、创业实践融合在一起，连很多大学生都理不清楚的商业画布，孩子6天能上台讲解。我想起来是吧？一个叫山种勇是吧？这课文应该是王安石写的。一位在青少年教育领域从业10年的老师认为，很多 AI 研学营卖的不是教育，是情绪解决方案。家长怕孩子在 AI 时代被落下，怕别人家8岁的孩子都在融资了，自家孩子还在玩过家家。现在这些研学营往往只用一个吸睛的标题就能让家长信服，家长其实并不能真正辨别出营地的含金量。行业无标准，注水很普遍。部分打着少年创业旗号的路演现场，远没有宣传片里的那般光鲜。有博主爆出了家长的投诉，所谓师资不过是临时招募来的老师带着几十个孩子玩耍，玩什么不重要，拍出好照片供宣传才重要。你看，所以那200万投资很有可能是用来包装他们，对不对？来吸引流量的，引流之后再来，你们一个人交12000，12800是吧？报名路演环节里，孩子们提前背好台词，挂着 CEO 的胸牌的孩子按照老师给的内容汇报，台下投资人追问 AI 等技术应用，孩子答不上来的时候，全程都由指导老师代为回答。这不就扯淡吗？对吧？你让孩子背一个什么飞流直下3000尺，你让他答下一句还差不多。你问这些，你不这真够逗的。这还真有人当真？那家长都蠢到什么程度啊？那家长都是看盗版看的吗？
长期看盗版节目就是这种后遗症。该博主写道，6天接近3万元的投入，足够支撑孩子在未来5年学习自己的喜欢的专业技能，还能练到擅长的程度。擅长啥呀？擅长送外卖，对不对？你现在认清形势，你擅长送外卖，你擅长开网约车，这是《环球时报》说的。很多家长还没发现，孩子其实擅长送外卖、开网约车，到现在还没发现，这是最大的悲哀。你家长回去不如让孩子，你给孩子一个地址，你是小区里多少号，你现在给我找到，孩子呱跑去拍张照片回来，你不如练练这个以后你看送外卖，这都是必备技能。陈仲杰认为，在研学活动中，师资是最核心的资源之一。老师是否有足够的授课经验，团队是否有成熟的培训机制，能够输出专业知识多少，这些都需要家长仔细甄别。由于市场需求爆发，合格的 AI 讲师极度稀缺，很多机构实际授课的老师是经过短期培训的在校研究生，甚至只是具备一定编程基础的普通培训师。有家长花费15000元参加了大模型实战营，最终教授的内容仅仅是如何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一位负责招聘的青少年科创从业者透露，目前除了1线城市有较为充足的科创老师储备，2、3线以下城市在科创老师招聘上面临很大困难。他所在的企业近期开发了针对青少年的 AI 体验课，面试了不少学美声、学体育的应聘者，最终是一名有空乘背景的老师在带领孩子体验科技产品，简单培训几天就能上岗，这是行业常态。你看这老师干啥的都不知道，老师特长也是送外卖的，培养教送外卖的，一群送外卖的，教未来送外卖的，学习 AI， 你说这不叫黑色幽默吗？很多 AI 研学营都主打学完即用的卖点，要求孩子听完理论就立刻动手实操，刚上手就要产出成果。还有不少营地承诺学生结业后可以带走专属 AI 作品、智能体甚至完整的科研项目。一位行业从业者表示，如今 AI 研学营可以简单归为科技兴趣班，多数这类研学营都是一次性消费项目，没办法真正把完整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孩子。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是吧？你不要说传授给孩子，你又不说了吗？你就是本科生坐你那听1年也是白听，是不是啊？你这么容易，那就大家都去了呗。艾瑞咨询数据显示，中国 AI 教育市场规模已突破500亿元。教育发展15+5规划将 AI 纳入全学段教育，5部门联合发文明确，2030年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 AI 教育。开创力联合创始人傅林表示，纵观全球，各国都在搭建针对青少年的 AI 教育体系，这就胡说八道，这就是拿国外来制造国内的焦虑。你看人外国人都这么干了，那咱们还能落后？咱的弯道超车，咱的清场日遥遥领先，是吧？人国外就是有这种 AI 教育体系，那跟国内也不一样。国内叫功利性，国外人家是真正的兴趣，小孩你愿意你喜欢，对吧？你就弄，不喜欢没人强迫，你不会给你报个什么班，你喜欢，对吧？你愿意。目前英国已经推出了首个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学科的国际中学教育资格证书课程，这意味着这门课程是和数学、物理同等重要的高考主科。他指出，当下国内 AI 教育仍缺乏统一教学标准，行业应当做好引导，真正实现让孩子们像学习母语一样掌握 AI 这门时代原生语言，用它去创造而非偷懒。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算合格的 AI 教育？小马王 CEO 王江提到一个授课细节，今年开班的 AI 研学营中，每个营都保证平均每5个孩子共用一台机器狗，每3个孩子共用一台机器人。这些教具的市场价都达到数万元。我们不是拿遥控器让孩子体验一下就结束，在使用前，课程开发人员已经对这些教具做了2次开发，让这些机器人更适配青少年的教育场景，和孩子们编程与 AI 学习课程的结合起来。如九儿判断，当前整个 AI 研学行业的体系化程度远低于编程教育这类成熟行业，目前行业刚刚起步，仍处于探索阶段。这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收费1万元，90%以上都是糊弄。
不要说90%，100%都是糊弄。这家长看样子口袋还没掏干净，还得好好割一下，狠狠割一下。这让我想起什么？我想起来10年前，也不是10年前，实际上就7、8年前吧，好像突然流行起来那个编程，少儿编程。我当时整不明白什么叫少儿编程。我心想，我上大学，我的那计算机语言，我学的是什么 ？Basic， 我学的还不是 C 语言，是 Basic， 那可牛逼了。我这是真正的是手写代码。现在人都是敲的，你在电脑上敲，我们是拿纸写，没有电脑。我在写代码之前没见过电脑，不知道电脑是干啥用的，但是不妨碍我写代码。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大家拿着纸在那儿写 if 的，然后这么中间呱呱呱狂写，知道吧？各种条件是吧？你能想象吗？写代码是在纸上写的，直到我写了半年的代码以后，才见过计算机第一面。那是真的上机到机房，完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开机，也不知道怎么关机，搞不清楚，就是在哪儿敲，我也整不明白，都是这样。我在想，后来流行这个叫什么编码，我就想这个小孩编什么码？这小孩编程，吹着生物系说以后编程高考会加分，什么学校编程那样的，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未来高考有用的，搞得家长很不明白，很焦虑。后来这个小孩报少儿编程班，后来发现他编程班就是那个什么搭积木是吧？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反正我理解的就是搭积木，一个老师教俩孩子在那儿，你搭一个积木，他搭个积木在那儿。你说小孩5、6岁，他懂个啥？那叫编程是吧？太坑爹了，那玩意我也不知道后面编程是啥了。你就是编程有啥用？要干啥？这个和以前钢琴教育是一样是吧？有一阵子北京市特别流行钢琴教育，我记得1节课400块，小孩学啊，学完之后考级是吧？我当时记得考这个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是几节，9级还是10级、12级，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一阵子是研究这玩意。有人说中央音乐学院的考了没用，到国外人家不认，你得考英皇的。好，又开始学英皇那一套，考英皇的级。那英皇的级是多少级？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得9级还是10级什么的。你要考上这个英皇登顶是吧？那把级都考完了，你以后出国留学，这就凭这个就能怎么着？好的家长就开始考英皇。你想小孩上1年级就开始学钢琴，完了钢琴还理论课，你知道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这种痛苦的这种家长这个叫什么带孩子学钢琴的这个过程，那简直就是考家长。为什么呢？那理论课乐理是不是什么1/4音符、1/8音符，什么还降个音律什么？你看对我来说这简直是考验，你知道吧？完了之后，那你说他1年级的小孩怎么可能听得懂你老师说啥？乐理课啊，什么2/3拍是吧？还1/3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合着我去听课，你知道吧？带着孩子在那听课，听完之后回来我教他，我给他画，说什么叫1/4，什么叫1/8，什么叫1/2，完了还考试是吧？写一大堆，后面一个括号，说这括号里面填几分之一拍子，要么就补2/3，要不补什么32/1或者16/1。那个时候哪儿都是学钢琴的。连卖钢琴的都发财了。你学钢琴，你不得买一架钢琴，便宜的也得2、3万，贵的7、8万，雅马哈的是不是？钱花了，加上学费什么的，这不怎么着？加上钢琴那20万，随随便便就没了。但是学了个啥？现在让他弹个生日快乐都够呛。这就是充分的利用家长的焦虑赚钱。不光是钢琴，还有很多。但是那个时候经济向好，大家有钱是吧？经济蒸蒸日上，花得起。觉得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家长都玩命的投入。所以在北京，你培养一个小孩，上完大学，这最少得100万。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他不生孩子的原因。不生你怎么制造焦虑？人没有，你制造焦虑没用，这是对的。就拿脚投票，没有办法。那过去是因为经济好的时候，那 GDP 是8，未来都觉得明年我的工资会翻1倍，是吧？都是这种想法。不行，下半年我琢磨着跳槽了，你知道吧？要去别的公司，别的公司工资也得涨1倍，大家都在琢磨这个。所以那种时候，那大家有钱，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不当时都有这种嘛，都是各种制造焦虑。好，但是我的态度还好，我认为是比较理性的，我是本着小孩愿意，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就学，不愿意就算了。你要愿意，反正呢咱得掏钱，只要他但凡让我不想学，那就算了，不学。而且学一半也可以，不是说你学的了要学，你就必须学下去有个成果。我也不是，他学了一半他不想学了，我那就别学了呗。也不能说前面多少钱白花了，随便，反正你的钱你不花在这儿就花在那儿，也是浪费。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愿意学的拿。后来慢慢都没了，就剩文化课了。
这个什么人工智能这种研学营、夏令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割家长的韭菜。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有一套说辞。首先是讲国际，你看国外都这样了，实际上都是假的，他不给你讲实际情况。他就像你看美国、英国，人家这从小孩4岁开始就开始抓人工智能了，咱们不能落后。以后未来国际趋势就是这个，你孩子得有国际视野。好，你这一听，完了国外都这样了，那咱能落后吗？完了后面他再来一套，说以后考试高考这必考，有了智能，有了这方面技巧，你就先人一步，你到时候要么加分，要么就是你特长专长，要么怎么着的，未来社会就是这个。好，家长又焦虑是吧？有道理，我也听说了，未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它有一套说辞，最后让你焦虑的不行，最后你不掏钱，你就已经宣布放弃了，你这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躺平了，可以睡了。人家高尚文说了，年轻人已故的经济学家高尚文他说年轻人洗洗睡，这他就说孩子你也可以洗洗睡了，你接着回家喝奶去，就这种调的你已经被淘汰，你要不交这12800，那你就已经被淘汰了，现在就可以淘汰了，你赶紧回去睡。就这种，我记得10几年前这个夏令营，这个什么研学营，没有研学营，夏令营，家长报的更多的都是那种什么冲浪，海边冲浪，什么玩帆船，还有什么各种做陶器，对不对？手工，还做布艺，培养他动手能力，培养他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现在这些都变了，因为这些都砍掉了，因为它不管用。现在家长越来越实用，为什么实用？因为赚钱难，家长口袋越来越薄，子弹有限，好钢都用在刀刃上，所以仅有的子弹都要用在他未来能够把他跟别人脱颖而出，要赢在起跑线上，所以他把有限的子弹都花在这儿。所以大家就开始这些什么爱好、兴趣这些东西不要了，还是为未来找工作、未来能考上大学，为这个来考虑了。所以什么 AI 研学营是吧，就更能吸引人。你家长没钱了，你说没钱吧，他掏这1万还有，咬牙勒紧裤腰带。你说有钱吧，真的挣钱很难，所以他才会计较啊。我认为作为家长，只要头脑正常的，你都知道你这12800是丢水里面了，你是纯粹让孩子去玩一玩，去走一走看一看，你指望他在这儿能学什么东西，那不是扯淡吗？你只能是走一走看看，去玩一玩，你就相当于什么旅游，12800，不光孩子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大人也一样，割孩子的韭菜，拿孩子制造焦虑，割家长的韭菜。现在很多地方是拿家长制造焦虑，直接割家长的韭菜。为什么呢？你现在比如说，因为大家赚钱难，但是大家又有各种现实的困难要解决，赚钱又难，所以何以解忧，唯有钱，是吧？所以大家也迫切的想要赚钱，这不就是焦虑吗？你看孩子上学要花钱，孩子夏令营要花钱，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那你接着花钱，按揭贷款要还，要花钱，都是钱，所以唯有赚钱，是吧？来一笔意外横财，才能解决这些烦恼。他就制造这种焦虑，哎，你这大家都打心眼里是要钱，想赚钱，那有人就抄近道，是吧？剽窃盗版，那有人他就制造这种焦虑。你看，马上就到5000年了，对吧？千金难买回头牛。这一次，如果你不抓住科技，未来50年你就完了。你这一次抓住科技，以后发家致富、翻身了，就财富自由。还有说房子，现在房子就是底部，未来房子创新高，马上你买了房子，过几年你就开始3倍、5倍。你现在2万1平米买的，未来是20万1平米往出卖，制造这种，你不焦虑吗？你想赚钱吗？你看这样是吧？只有这样，你才会掏钱，他才能赚到钱，因为他这就是利用你的焦虑，带你赚钱。你比如说带你买房，告诉你现在就是底部了，你不要怕买，你不知道买哪是吧？加入群，你先交98吧，先听课，98听完之后，你该交998了，998听完课，那就再加入什么群，反正后面还有一个群，完了之后好，跟着老师一起买房，老师带你发财，是不是这个路数啊？你买房，老师可不买房，但老师有房，你们买了房之后，老师就多了2套房，你说这叫什么事？但是好多人愿意，觉得跟着老师后面发财，老师真好。还有一个老师，任泽平老师也是的，这5000点不是梦，未来就要涨，你不买傻。你看你还在那唱空说房什么红绿市场不能买，你已经跟社会脱节了，必须得买。这么好的机会，翻身的机会，你那个窝囊费、你补偿金，你不拿来翻倍，你放银行里面，
你想吃利息是吗？吃利息能吃多少啊？通胀你不懂啊，那钱的贬值你不知道，你得放到这个红利市场翻10倍8倍的。你买科技股站在光里面，好多人被他一说热血沸腾。他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之后，好多人说老师我不知道买什么，来入群，网上给你精讲板块，不能说个股，那我讲板块是可以的，对不对？好，那你就加980，980听完之后觉得还意犹未尽是吧？讲的是宏观，还没讲到板块，不知道买哪个板块是吧？光说科技股多了，对不对？好，你就交2980，我来讲哪个板块，都这样是吧？他就中国叫，所以我在很多节目都说了，像我们这种提示风险的，让你不要参与的，你是赚不到钱的。怎么赚钱？赚不到钱，这才是凭良心是吧？告诉大家风险，这玩意不是你能干的。但是我这么说，我赚不到钱。如果我也唱多，我说这买房子红利市场，我就能有办法赚钱，因为大家本来都想赚钱，谁不想不劳而获？谁不想回过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对不对？都想。那利用这个赚钱是最好的，但是这种钱昧着良心赚钱，那有命赚没命花。我可以很负责任说，昧着良心赚的钱有命赚没命花，一定会还回去的，要有很大的报应的，报应不爽。为什么？这个社会就这样，它一定是守恒，能量守恒。你赚了不该赚的钱，不属于你的钱，你一定会通过其他方式要还回去。所以说贩卖焦虑收费，你赶紧把钱，我教你怎么赚钱。你看任泽平这一下倒霉了吧？而且我告诉你，任泽平这一次恐怕还有大事。什么大事啊？税务局肯定盯上了，在那儿鼓吹说涨才能赚到钱，说跌怎么赚钱？说跌谁是吧？谁会给你交钱？说你说哪个要跌是吧？跌到哪儿？提示风险，因为咱们这也不准做空，对不对？提示风险没有好处，反而还被封嘴，给你戴口罩。这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各种各样的制造焦虑，实际上都想赚你钱，就是利用你的弱点。你一焦虑孩子什么起跑线，好，你准备掏钱吧。你一焦虑是不是怎么赚钱？我赚不到钱，老想着不劳而获。那好，你实际上你要掏更多的钱。你看任泽平在群里面人现在好了，美了，裤衩子都配飞了，想翻身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套在山顶上，很多人已经破产了，他因为加了杠杆，他没了，未来就是涨，跟他也没关系了。所以这都在利用这种那样的焦虑来割韭菜。所以大家把自己的辛辛苦苦赚的窝囊费也看好，焊死在工行，那钱赚的不容易，而且未来不一定能赚得到了。赚一分少一分，所以一定要想清楚，不要被别人忽悠，什么焦虑，反正未来都是送外卖，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像这种什么研学营、AI 什么少林营，这么一大堆的，除非小孩表现出特别想去，那你就让他去，否则没必要。归根结底什么意思啊？归根结底就是你把这个当做一个消费，不要有任何的实用性、什么目的性，就是消费。如果你把它当消费，你就知道了，捋顺了，消费我没这个钱。我也消费不起是吧？花12000去消费，我觉得太贵了，那就不去。如果你说也可以，孩子愿意，挣钱就是花，那就让他去。你不要有什么想法说去完之后回来就比别的孩子就厉害了，不要这么想，那你一定会失望的。你被别人利用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疯狂的越经济不好的时候，越疯狂制造焦虑，越疯狂的去利用这个东西去赚大家的钱，让你去掏钱。12800，12800，明年就不是了，因为你要晋级，变成42800了。这就是割韭菜模式，越割越多。所以我一直说的，反正后面说到最后，说要带你买什么东西的，或者给你一个链接，上链接的，你就要注意了。他这个观点很有可能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流量，为了后面变现要多，那他就得顺着这些，他就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观点或者是想法，他是经过加工的，经过优化的。好，经济下行，赚钱不易，大家都把口袋捂紧了。我一直反复强调是吧？骗你的人可以，不能骗你的钱。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